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玲。最近咧，唔單止黃金喺度漲，比特幣亦都喺度漲喎。大家將呢兩個連埋一齊，大概都可以猜得到，美聯儲10月份降息嘅概率係99%，所以先會有熱錢不斷從美國逃出嚟，一部分咧逃咗比特幣，另外一部分咧就逃到咗黃金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重點講一下黃金。黃金嘅漲幅真係太可怕啦！目前已經$4000一盎司，國內已經超過1000蚊啦。如果你係前幾年結婚買嘅三金，基本上係買得越多，賺嘅越多。大家都話黃金而家越漲越瘋，事實上漲瘋嘅唔係黃金，而係人類嘅共識喺度不斷切換當中。我之前就有話過，黃金呢2年瘋漲嘅原因，其實話到底就係美元嘅強弱決定嘅。我哋再嚟睇一張圖，呢張圖藍色嘅線係除咗美國之外，黃金佔全球資金儲備嘅比例。咁黃色嘅線呢，就係美國國債佔嘅比例。1980年嘅時候，當時蘇聯如日中天，係地球上唯一一個喺軍事上可以全面挑戰美國嘅國家。當時蘇聯嘅軍事實力令北約夜不能寐，可以咁樣講，如果蘇聯喐手嘅話，據說8日就可以佔領歐洲。喺嗰個背景之下，大家都覺得美元冇用，黃金先係硬通貨。於是呢，當時全世界都喺度斷黃金，減少美債。喺1980年頂峰嘅時候，黃金佔全球儲備嘅75%左右，美元仲唔到10%。咁呢個時候呢，係黃金嘅第一輪史詩級別嘅大牛市，持續咗整整12年。但係呢個之後，全球格局又變啦，蘇聯陷入咗阿富汗戰爭嘅泥潭，對美國嘅威脅呢亦都變弱咗。咁美國呢邊經濟反而越嚟越強勁，當時所有嘅機構都喺度追逐科技股，資金全湧向科技啦。咁金價就隨之下跌。1980年之後唔到2年嘅時間，金價嘅跌幅就高達66%，直接從800幾跌到咗$300左右。我哋可以再睇下呢2條線，從1980年之後，黃金嘅儲備一路下降，到咗1997年，美國國家嘅儲備正式超越黃金。到咗2016年，美債佔30%，黃金只有10%左右。啱好2016年呢，亦都係黃金價格嘅低點。但係喺今年再次出現咗一個死亡交叉點，黃金同埋美債佔比都喺25%左右，而且目前黃金佔比仲喺度持續增加嘅趨勢。呢一輪大家都比較清楚啦。首先係疫情時期嘅低利率環境，後面呢又係俄烏戰爭。本嚟疫情之後，美國進入加息周期，黃金應該下跌先啱。但係俄烏戰爭之後，邏輯就全變啦。自從2022年大霧二霧開打之後，準確嚟話係歐美凍結咗大霧美元資產之後呢，邏輯就完全變咗。因為歐美突然將俄羅斯存在外邊嘅美元資產喐咗，表面上大家唔出聲，但實際上暗地裏各個央行都慌晒啦。你今日能喐俄羅斯，聽日係咪就可以喐到我呢？於是大家都喺度諗，原來存在多美元外匯亦都唔保險。於是呢，各個國家就開始偷偷囤積黃金啦。呢個就好似老百姓睇到銀行要保幣，嗱臨將存款換成金條拎返屋企收埋喺床底係一個道理。再加上美國嘅降息周期又要嚟啦，於是呢，價格亦都喺度不斷創新高。所以黃金嘅佔比亦都一直喺度提升，而美債嘅佔比就不斷下降，一直到咗今年呢條線又出現咗剪刀差。咁至於呢個剪刀差可以維持幾耐呢？我諗而家應該都冇人敢落結論，大家只有喺馬後炮嘅時候先係最專業嘅。
但我又想提醒大家嘅係，黃金佢並唔係一味上漲，跌起嚟亦都係動輒50%-60%咁樣跌，唔比炒股嘅風險低，只係佢嘅時間會拉得更長，就好似溫水煮青蛙一樣，痛感冇咁強烈。不過黃金嘅漲跌總係會有一啲規律，咁就係美元強勢，黃金就會下跌；美元弱嘅話，黃金就會強。大家記住呢條鐵律，睇到趨勢開始發生變化嘅時候，就可以減倉啦。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節目，就請訂閱支持，多謝。